调前按早9點半呢，歡迎大家到明路頭前聽聽客家新新聞，來關心疫情的進行動態。今邊呢，我先講到籌備嘅指揮中心的開記者會下，主要一個較大嘅宣布，也就是講亞博嘅各界受到疫情的影響，唔但搶投政治、經濟各行各業都係因為疫情受到為這麼大嘅影響。接下來呢，有關嘅要挑戰 TCA 14年的無本土新增加確診病例，係講還係做得繼續維持下去。6月初期就做得當道嘅防疫規範，我嚟做太平洋，也係清醒嘅消息。籌備呢指揮中心一公布，各界就開始有來討論，韓國呢大家咩當歡喜哦。先對今邊嘅時態報紙頭版頭條看時事。今邊呢，像中國時報、聯合報、韓國自由時報呢，也三大報紙嘅頭版都係有關亞嘅消息。就同佢綜合起來，向下來講哦。後天呢，先看到中國時報頭版頭條一篇太長嘅標題，係下定防疫按道嘅規範對6月初期實施，就會太解封咧，卻因為關於疫情嚇得咧。我哋挑戰第四者14年都冇本土確診出現，韓國大強小朋友來看到頭版頭條一種神奇一圖哦，也係圖奶呢，也係圖關於圖總鋪一片當有名嘅遊樂園區，也到櫃台證明，也到呢去草定一種黑超級嘅遊樂器材，韓國大家看到哦，大家笑面，再綁到太雜當歡喜，故說呢大家友好，這個恢復搶壓呢。正常生活，做嚟出去遊覽、出去聊聊，大家呢就係極歡喜。一篇就講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講，係講做嚟接下來當選呢外國第四者14年嘅潛伏期，今日台灣就做嚟係一個非常安全嘅時期，就會擴大開放民眾恢復正常嘅生活。像亞博嘅呢遊樂園，佢哋就要作為嚴條嘅人流管制。6月初期實施，有可能就係圖按道嘅規範，係講合乎遊樂園嘅人流管制，你會停電來起社會，也係中國時報圖連那個頭版頭條一片標嘅亞種圖。下背的位就來看到地背度嘅內文。6月初期實施呢，關於就會有大規模嘅解封，從台中交通運輸工起，就會唔是繼續強制大家愛戴遮嘅呢。唔會強制，唔過呢，等下會同大家來講到，一個指揮中心還係建議講，同人合作嘅素材，還係愛帶定遮嘅，建議大家按嚟做來維護自家嘅一個衛生安全。另外，美食節傳統一種本帶有病透明嘅隔병，希望同人客隔開來嘅一種設備，做得出樓佢拆下來，唔是繼續下去嘅。人流方面，運動日本產業從一個中華職業野球比賽呢，看球嘅款式一個一按道嘅人客落去，接下來就唔會再個受到一個人數開放嘅限制嘅。5月節，到台鐵、韓國高鐵，咪做得來賣自由座、韓國企業票。故所呢一篇詳細嘅新聞帶同小朋友來看有關5月節，接下來6月25日時就有停電東熱好了，要注意到位馬街防疫的規範，詳細來看。防疫期間年係國土服務期嘅商場來回嘅宣傳，為咗應付國土喺5月節連續假期可能會有輕度嘅差嘅，服務期就會維持一下防疫措施，引到商場地度，民眾要帶最咩保持社交距離，係仲會示範美食嘅有隔板韓國梅把錯。那目前像人潮是正常，我們就會調整的綠燈。那當警示是人多越多的時候，就是黃燈。那超過的時候就是紅燈。那我們有相關配合的措施。高公區嘅4日5月節連續假期，8夜12點到大早5點，唔是疏通行費。暑假最後一日免費嘅時段還會幫助到4點，希望分流差。因為關於疫情個做得嘅，計算5月節茶流量可能會有128萬茶公里，同年初一差唔多。因為之前是受疫情的影響，交量都是屬於偏低的一個形態。那這一次開始大概從我們觀察到母親節，還有5一的勞動連假，那交通量有逐漸的一個回籠。那所以我們預測這一次4天的一個連假，可能交通量還是會恢復成我們一般常見的一個連續假期的一個形態。
松铁部分指挥中心正式已经同意交通部承包的疏运计划，原则上同意高铁连续假期卖自由车，台铁卖期票，唔过一定要有重量管制。端午节的时候，交通部有关于，反正我们就已经同意，就是说，自由座可以来贩卖，然后到那时候应该就是，这饮食，这些会有贩卖饮食，这都没有问题。不過台灣高鐵喺早前已經發布消息，6月24拜3到6月29拜1喺5日節疏運期間將會加開163個查標，係喺維持廉價所有嘅查次內對號入錯無自由錯。不過台鐵也係冇發布加班查嘅消息，將會照指揮中心建議嘅期票重量管制來規劃記者綜合報道。日本嘅大甲關嘅研究，接下來6月初期有可能就會作為大規模嘅基建。相信呢到時節，但搶頭公路嘅部分，鐵路鴉片呢就會恢復正常嘅燃料，韓國人潮未會開始出現。不過大家還係要注意到，按照防疫嘅規範，同其養成個人動好嘅個人習慣。家下呢就有看到，從5月節松鐵嘅部分，接下來唔但搶頭買票，就會留其表用嘅。鴉片就有建議大家，從台中運輸工期呢，是愛做嚟保持社交距離。就唔是帶遮掩嘅，不過鴉片係講到人來人去減緩嘅時節，比如講上下班人潮動到嘅時節，還係愛帶遮掩嘅，安尼較好。建議鄉親到出現出門嘅時節，咪係遮掩嘅愛留其隨身帶呢。5月節連續假期是愛保持社交距離，松鐵將企業票還有自由車也都會查票呢，就做得去買。就做得自由去打查單呢，連帶將愛投查字地度來食東西、啉東西也種嘅實測規範，咪會強下來開放嘅。好，接下來呢，繼續看睇中國時報來看接下來嘅也嘅自由時報。自由時報呢，也篇就講到啊，最主要就係籌備，行政院就係來開嘅也種愛並用基金嘅會議。行政院長蘇貞昌提出講，因為政府動兩條。將得嚟到一下全台灣防疫防到安有效果，民眾咪當其他將會恢復正常嘅生活。政府咪係要做好準備，要作為相關嘅指引，民眾將做得啲好要遵守乜嘅，當歡喜當聽嘅出現漏掉。另外為到要配合振興天嘅啟動時節，各部會呢咪會嚟做好配套，做好相關嘅部署，同民間。向下來加碼，將會同經濟帶動起來。按你國內嘅經濟呢，將希望講獨獨嘅做嚟恢復正常。接下來帶鄉親朋友等等兩條來去中台灣，來看到南投鴉片呢，因為從新義鄉鴉片咯，本單主要係愛發展一種觀光嘅產業，唔過也部嘅從琉璃線橋，也都受到動態嘅影響。做嚟講疫情期間完全都冇人知道嘅嘢，接下來入閘都千希望做嚟家家恢復正常嘅生活。因政府風險嘅疫情，民眾看冇出去了。新義鄉自強村嘅琉璃吊橋，去年下歸海全部都三省，是到新義鄉公所嘅負擔當重。因政府本還有人事同差係庇護嘅費用，故所大當年冇收入，又要把按多嘅開銷。疫情啦，較高而家蒙該公所嗰邊還是恢復到以前這樣，就一個禮拜休息一天，本來就村民走掉上力來客數降到3成左右，剩下3成左右了營運蠻困難的，因為這樣的關係，所以我們的就延長至3天，按照確定的日期等我們內部研議後再進行上網公告。南投縣觀光處表示，18嘅疫情確實嚴重影響到南投縣嘅觀光，故所喺疫情較大嘅情形下，縣政府按上要開放新義鄉松梁村嘅七彩吊橋，希望上個到年下來了。為了提振這縣的一個觀光那現在目前疫情也趨緩了那我們新義鄉的一個瀑布雙龍七彩吊橋呢，也預計要來在6月20號來做一個開幕那希望這次的開幕可以造成就是吸引更多的我們國內的遊客來回流新義鄉公所表示，考慮增加無開放係便橋嘅做法，一下公所人員評估，我等到暑假開始，將會有人再過去觀光。公所咪希望大幫開放七彩吊橋，來思考哪情形用嘅，行過重操話題，按你新義鄉嘅觀光將會繼續恢復起來。
客家新闻李凤琪南投报道。疫情下跌咧，政府有乜嘅作為呢？天氣集團就係針對各行各業來紓困，接下來天氣集團就愛來針對振興，愛繼續來做嘅。一片呢，我哋看到《中國時報》同內頁 A2 一片就有講到，6月15日時，將透過一個做嘅嘅通路，民眾做得來做運振興券。因為呢，將政府愛發行振興券，先前出嚟講引起嘅眾多討論以外，接下來按樣嘅做，樣嘅發本社會各界，現時呢引起大家嘅討論。中國時報內頁講到嘅事態潮商多時節，唔但將潮商韓國連鎖嘅一個肉重點嘅，未買嘢多，做得起主本。按算6年嘅意思，就會啟動振興券，一種資本嘅券呢，本大家來主本。行政院籌備就有正式亞洲消息咧，講頭擺呢，有做嘢咩買一種少數經驗嘅事態潮商，韓國呢量販店將全聯、美聯社，韓國呢一個孔思明也到連鎖嘅肉種飲嘅店嘅，都係做得考慮去發振興券嘅一張通路，亦係中國時報一篇作為報道。接下來進一步來看聯合報。聯合報一片呢，同大家來製作到嘅消息一片，可以同大家講，行政院長呢蘇貞昌針對籌備人發布講6月初期有可能接下來愛大規模嘅基金，還係希望講邊境一片風險，還係愛嚴條來管制，國內就會天天呢大規模嘅來表用嘅，估數呢因為有按呢嘅政策，就會因為國際現時嘅疫情，還係扯到當厲害。接下來看到蘋果日報，蘋果日報呢，今邊呢，我們來看內頁的部分，一片圖 A4 嘅版面，呢度係講到嘅國際行業下有動到，比如講亞洲同東亞、北亞一片，韓國呢歐洲一片有動到嘅國家，開始而來並用韓國呢，而重新開放邊界嘅素材，所以希望講觀光客夾落去恢復旅遊一種嘅觀光產業。看到日本呢籌備就係全國基礎緊急事態宣言的頭一日，估計呢從通訊處動到人愛上下班，還係帶電做嘢咩？不過記錄上就開始出現了動人潮流。不過因為大部分的企業還係準員工托屋卡地度上班就好誒，從動態嘅動日本的一種動機差條呢，人潮就冇從先前按到傳統搖掉嘅模開。一片呢順風嘅圖，神奇，帶上小朋友向下來看。一片的民眾啲傳統地擺度向下來示範，見到呢面孔係帶定一種一個透明的豐富嘅面器，大家還係帶定呀示範，還係知道當環境。相信大家都係管理研究，做得恢復正常嘅生活，大家真實係懂其態。好，看睇蘋果日報前面愛提醒鄉親朋友，所以一下呢，中國鴉片又出現了一種新的流感，故所氣管所咪再過來提醒講，大家對邊境落來的時節愛請小心。中國從5月初9同5月13各通報一例 H9N1 流感病例，一例係山東省威海市嘅6歲下來，另外一例係福建省廈門小間業嘅細佬牙，該在鏡頭無當嚴重，基建好咧。不過因為當地環境可能有風險，台灣疾管署同中國山東省也提醒到天疫急警示。那這兩個個案都有這個家禽或活禽市場的接觸史。那所以我們除了因為先前對福建已經提升到2級旅遊警示，就也把山東省列到這個第2級的警示。疾管署已經同中國小個省份地區列為 H9N1 二級警示。醫生認為目前 H9N1 係通過傳染、無人傳染嘅疑慮，限套時代控制嘅範圍。不過病毒濃有變異嘅可能，民眾可別去中國，聽出來注意個人衛生，莫食生嘅東西，避免同禽鳥接觸。它還沒有發展到人傳人的能力，所以目前來講只局限在幾個案例，所以目前是還可以。不過人類也是要小心，這個有一天它如果像武漢肺炎病毒一樣變成適應人類的環境了，那麼全世界會是一個大災難。醫生分析，民眾可被切到 H9N1 會出現類流感症頭，高齡者同成人都係高危險群，及會出現合併症頭。醫生提醒，接下來拖秋冬嘅流感疫苗，聽出愛記得去做，避免同時切到人流感同禽流感，本病毒有突變機會。記者陳怡嘉、彭耀祖台北報道。
就因为呀 H9N2 又是一种另外一个新的流感，提醒乡亲朋友呀2个个案，家头呢都是同样的全条类是接触，我都提醒乡亲朋友呀，不要做好个人的卫生习惯。今天早晨呢，客家新新闻出到鸦片呢，下晝2點再飛。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心。我係陳彥祖，我係許麗玲。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情形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還有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